国际新闻来看联合国大会总辩论，咱国友邦是继续为台湾发声，包括比如马绍尼的总统拢批评讲，中国错误解释联合国第278号决议，嘛认为讲应该让台湾参与联合国。巴拉圭总统嘛赞声，强烈支持台湾重返联合国。联合国大会总辩论的进行，咱友邦继续发声挺台。巴拉圭总统潘亚用2分钟讲台海局势，各向过去数十年来无正义的囚禁形容，来表达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。Es hora de cortar de raíz este árbol de injusticia que ya tiene décadas de crecimiento y dar lugar a China-Taiwán en las Naciones Unidas. Resolution 2758 has been repeatedly and falsely portrayed as a consensus on a one China UN law. Never has there been such gaslighting in this institution. 马祖军组总统海尼指出，联大第2758决议无处理应该由什么样一个联合国代表的名牌了后，秘书总统惠素婷阁表示，中共错误诠释联大第2758号决议，和台湾批评重点，认为应该纳入台湾进强化联合国。Keeping Taiwan out of fully participating in the UN system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world. Palau believes that inclusivity, which includes Taiwan, strengthens the United Nations. 在联大举行期间，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也低调去纽约，甲惠素婷伫工厂活动斗阵翕相，创下咱退出联合国了后第一摆引起中国抗议。林佳龙一直强调，台湾虽然受中国打压，毋过绝对袂安尼为世界消失。有人想要让台湾从地球上消失，让这个台湾这个无处可去。可是台湾人真是全世界的人也让台湾无所不在。主动讲到进前访问日本甲欧洲的行程，林佳龙讲，希望伫综合外交，每一个人拢是外交官的力量之下，让世界继续看到真实的台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